本人哦，就是很有才华哦，穿短裙还要弹吉他，然后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可能你们要稍微，你知道打个拍子，或是用这种，会吗？好，先来一下嘛。感觉没有做工，因为有做工的手哦比较粗糙，比较有声音。好，这首歌《身体》，我希望大家会喜欢。Kefanaan ku di dalam berat hiburan aku tuh asa masih
谢谢。